今天我们用48.4 HRC 的标准块来校准操作电动落实硬度计。先把标准块放到工作台上，选择好对应的公斤力，顺时针旋转手盘，使工作台上升。当我们的压头与标准块的表面接触时，表盘指针转动。转动3圈后对表，点击屏幕开始键，硬度计自动加载。等硬度计在发出蜂鸣声后，观察表盘读数 HRA 和 HRC 读外圈， HRB 读内圈。我们测量的是 HRC， 所以说读外圈是得48.5 HRC。